继续来看行政院长苏贞昌昨暝到台中的代理，为民进党台中市长的候选人蔡其昌来徛台助讲。讲这个苏院长的车队经过市区的时阵，交通管制时间伤久了，停伫路口的真侪驾驶甲机车的起事是等甲规巴都火。所以当这个院长的坐车经过路口的时阵，大家是同齐做伙一直二喇叭，表达不满甲抗议。伫路口听到喇叭声，汽车做伙饲喇叭，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？详细看头前警车开道，后壁对几啊台车快速通过路口。这是台中台里瑞新桥北平13号暗时7点外，行政院长苏贞昌来替民进党市长候选人蔡其昌徛台。不过，敢若是警方交管的时间伤久，但红灯汽车驾驶挡袂牢，看到院长的车经过路口的时，做伙饲喇叭抗议。苏贞昌院长13号车队晚间经过这里，因为交管过久引发民怨。如果是你，你愿意等多久？不愿意等，扰民嘛。5分钟、10分钟应该没关系吧？就安全很重要啊。根据了解，协会警方迄天派2位员警伫台里区瑞新桥、环中东路、佮有新仁路口进行交通管制。警是照高安叫的指示，伫苏贞昌的前导车到位进前，都要先管制路口的停号，一直到车队离开。前后大约是3到5分钟。只是迄天是礼拜暗时的车流真济，警方嘛对造成民众不便真失礼。